那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败恶条款，白目黑洗钱、枪击甲毒品，互判刑确定的人，一世人拢袂使阁参选。除了陈水扁的后生陈志忠无法度参选，已经互提名要参选立委的国民党立委林文水嘛会受影响。那去年拄选调金门县长的陈福海，嘛因为捌受人黑洗互判刑，所以即嘛确定无法度去竞选连任。法律界即嘛是有人认为讲，因为这条文有可能违反宪法，侵犯人民的参政权。立法院2三读通过选罢法修正案，明定触犯乌金称道顶罪，终身袂使参选。已经得到国民党提名参选云林第1选区的现任部分区立委林文水，29号伫面册宣布，20年前捌黑洗，互法院宣判完刑，宣布退选。我当然会支持国民党提名的最强的人选全力来辅选让绿地变蓝天同款受到影响的，还有金门县长陈福海，较早捌因为互人黑洗判10个月，所以无法度争取连任。面对这样新公布的法令，陈福海表示也是尽全力做好该做的代志。不过败恶条款虽然通过，捌犯乌金倡导甲国安3法反渗透等法，未当登记为候选人。不过法界人士认为，条文牵涉到人民受宪法保障的参政权，恐惊有遗漏。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说这个犯行的轻重。你就直接预设了这个受刑人或者这个被告他有罪判决确定，那他将来就有可能会利用职位来这个实施犯罪。江英雄表示，限制人民参政权应该要有客观合理的依据。咱国伫宪法内底有剥夺公权的规定，即马个另外立法限制人民参政权，等有跳过法官的信任，国家剥夺公权会当期满复权。重新剥夺参政权，伫法规体系一贯性恐惊有遗漏。一旦提起改说宪法，也是有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